镜周刊报道，隋棠虽然已经淡出名模与戏剧圈，但她时不时接代言之外，还自创品牌。与此同时，她在脸书也是个生了3胎的网红妈妈，并培养老公一起成为网红夫妻。如今又邀请女儿一起为品牌宣传。日前，隋棠在自己100万的粉丝团中贴出自己为品牌的工作照片，除了窄裙装扮、大秀腰瘦、平坦小腹、纤细长腿，女儿也跟着入镜。唐老板的小跟班 Lucy 上班时最喜欢抱着熊熊，在沙发坐好的 Lucy 看妈妈离自己有点远，就跑到桌子旁说妈妈抱等等。不过一切主要是在呈现隋棠带着女儿到公司查看样衣的工作风景。对此，粉丝网友无不大赞一片，这个身材太不科学了啦，怎么美成这样？堂堂太过分了，刚生完还是这么苗条等等。隋棠又是一次成功新媒体宣传，而且也不忘注明身上一切所穿都是出自她辛苦所创品牌。延伸阅读。